歡迎翻到嚟 Watson Sour 嚟到2025年嘅尾聲咧，當然又係時候同大家揭曉今年嘅銷售排行榜。咁今集米酒保系列咧，除咗會同大家分享今年嘅年度酒款之外，仲會介紹多個新上榜嘅酒款。咁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咁開始之前咧，就記得 like、comment、share 同 subscribe。咁我哋事不宜遲，即刻揭曉結果。2025年銷量榜首繼續由新西蘭品牌 Dog Point 奪得，佢哋嘅 Sauvignon Blanc 一直都係大家嘅摯愛。佢呈現出經典嘅新西蘭 Sauvignon Blanc 風格，咁帶住草本啦、gooseberry 嘅香味，仲有青草同埋熱帶水果嘅風味，風格鮮明，加上咧價錢超值，咁令到喺365日都咁受歡迎啊！而波爾多超2級裝 Lacombe 嘅副牌去年拎咗我哋嘅 Top 10啦，咁今年咧就躍升至第2位啊！咁雖然係副牌，但係質素咧就絕對唔差㗎噃。咁果香味濃得嚟咧，亦都非常之圓潤，融合埋木桶啦同埋煙燻嘅香草味，係一款風格同價錢都非常平易近人嘅波爾多酒。第3名就由香檳品牌 Perrier-Jouët 奪得，呢款香檳融入咗花香、水果同奶油蛋卷嘅香味，仲添加咗12至20% 嘅珍藏酒。咁無論咩時候同場合飲咧都非常之適合，加上簡約大方嘅銀蓮花設計，實在係錦上添花。新上榜酒款方面咧，我哋見到有好多波爾多同埋布根地嘅品牌，咁當中唔少酒款嘅銷量咧，比起上年仲有2倍增長咁多添。咁今日咧，我哋就揀咗排名最高嘅2個嚟介紹。首先係超2級裝男爵 Petite Marron 嘅副牌，咁佢用咗較高比例嘅 Merlot， 咁所以風格上有別於男爵正牌酒，但係陳年潛力咧都有15年左右。另一個就係 Domaine Lefèvre 嘅 Mâcon Vieillesse， 咁即係人稱孖雞嘅或者公雞酒莊，咁佢係頂級布根地嘅白酒品牌之一啦，咁以出產品質極高嘅 Puligny Montrachet 白酒為名。咁佢嘅 Montrachet 咧，亦都係世界上其中一支最貴嘅白酒。咁不過咧，上榜嘅呢一支 Mâcon Vieillesse 咧，價錢咧就非常之親民啦。咁精選咗5塊優質地塊嘅葡萄啦，純正度十足。咁係想輕鬆探索 Lefèvre 嘅最佳選擇。2022年份已經賣晒啦，咁2023年咧就啱啱到貨，咁大家快啲嚟選購啦。香檳方面有 Wunnat， 咁呢一支 Blanc de Blanc 咧係佢哋嘅代表作。咁 blend 咗25至30個喺香檳區非常出色嘅 Chardonnay 地塊，咁仲加入咗20至30% 嘅珍藏酒，金骨果香就非常之突出，然後層次感咧亦非常之出色。咁另外佢嘅玫瑰香檳雖然入唔到頭10位啦，咁但係都拎咗唔錯嘅成績㗎噃。Wunnat 早喺於1764年咧就已經賣緊玫瑰香檳啦。咁比起第2個出售玫瑰香檳嘅品牌 Veuve Clicquot， 咁足足早咗1個 decade 啊！咁係有紀錄以來或者世界上第一個釀造玫瑰香檳嘅品牌。佢係以 Chardonnay 同埋 Pinot Noir 調和釀造，咁味道就以紅色莓果為主導，優雅清新，咁非常值得大家一試嘅。另外澳洲品牌 Casa 今年都佔咗1個席位，咁但係今年上榜嘅 bestseller 咧就唔再係 Stonehorse Shiraz， 而係酒莊嘅 Barossa Shiraz 典範 ，CP 值更加高嘅 Bourgogne Shiraz 啦。咁佢用咗1899年同埋1965年嘅種植嘅老藤 Shiraz 釀造，紅果、黑果仲有啲 earthy 添。咁比起 Stonehorse Shiraz 會再沉穩啲啦。咁中意 Shiraz 嘅朋友咧就記得試下啦。好，嚟到最後一支，咁大家講到西班牙酒，一定會諗到 Tordonia 啦。咁但係其實 Kooley 咧都唔應該錯過嘅喎。Kooley 喺1879年成立，咁佢嘅 Imperial 系列咧，咁只有2款酒嘅啫，一款就係 Grand Reserva， 另一款就係 Reserva 啦。2款酒都係用40歲以上嘅葡萄藤釀造啦，低產量之餘咧，亦唔係年年推出嘅噃。咁佢嘅 Grand Reserva 曾經拎過 Wine Spectator 2013年度8大推薦嘅第1名啊！咁最新嘅年份2018年咧，我哋已經賣晒啦。不過 Reserva 咧有新年份2019年仲有存貨。咁佢喺釀造嘅過程入邊咧，每個地塊都係獨立採收同埋發酵嘅。咁所以每年用嘅桶啦、大細啦、比例啦都唔一樣。咁飲落咧個味道非常之複雜。紅果味突出，仲有橡木桶香、蘑菇、肉香、煙燻等等嘅氣味。單寧咧有絲絨感，咁整體風格就比較順口濃郁。有興趣嘅朋友就快啲買嚟試下啦！今集 Watson Sour 就嚟到呢一度，咁多謝大家今年嘅支持。接落嚟咧，我哋會繼續拍更加多嘅片，同大家發掘更多美酒。咁走之前記得 like、comment、share 同 subscribe。咁我哋下年再見，拜拜。